娄少主的意思是，妹妹害怕我们见到她现在的样子，怕我们伤心。这傻孩子，怎么这么傻呢？都怪我，都是因为我，是我让他承受了他不该承受的一切。哎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不过就是认识了无赦而已，谁知道会因为一个旧识而遭到逝水红颜如此迫害？现在他不能回府，我们又不能经常过去看他，还好，那个宅子是我偷偷置办的，要不然也会被围得水泄不通的。之后我几天去一次，给冉冉施针。他大概有几个时辰处于睡眠状态。娄公子的意思，在这个时候你们偷偷去看他便是。这次多亏了娄轩，要不是他，冉冉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呢。唉。日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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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冉冉，日轩，冉冉，日轩，冉冉，我是在做梦吗？不是梦，是我。表姐，不，你没看见我，你没看见我。冉冉，冉冉，你都看到了我这副模样。是啊，我的表妹还是这么可爱。表姐，你是不是想问，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娄少主现在又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来，表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呢，要说很长时间，你听吗？所以说，你答应他的婚约其实是假的，他向你提亲也是假的。但是当时我有些琢磨不透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，直到他让我看到了草木经。草木经，草木经详细记载了月亮花和九瓣灵芝的由来、功效等等。当他把西域咒术拿给我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目的或许是一样的。这跟我身上的红颜之毒有关。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的
我会继续按照指示，用金针刺激你的大脑，让你进入梦境。而梦里的一切，就是咒术的根源。你要时刻牢记，梦里的一切都是虚妄。随着治疗的深入，你极有可能看到更多不想看到的东西。但是，只有你一个人来抗衡你梦里的整个世界，没有人能帮得了你。所以冉冉，你一定不能迷失。我会努力的。我们就先走了，过几天再来看你，给你施第2针。这金针术需7日一次，总共7期49日，方才算完成初步治疗。我知道了。我马上就可以回去看看爹爹和娘亲了。三哥，你别担心，冉冉一定会好的。照顾好你自己啊。走吧。大人、夫人，小人也是奉命行事，如有得罪之处，请大人、夫人多多担待。我们冉冉并未归附，你们要搜便是。不过等真相大白之日，我一定会好好算这笔账的。回大人，并无苏小姐踪迹。知道了。大人、夫人，我们呀，也就是走走过场。其实像苏小姐这么漂亮、温柔、名动京城的女子，要说她是凶手啊，我是第一个不相信的。滚！夫人，滚！好，愣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是。你把这份调令送出去。从明天起，我们就开始负责查办京城苏冉冉一案。你让底下所有监视苏府的眼线都先撤出来，把目前对苏冉冉的通缉令全部都拿掉，让所有人都先按兵不动。大人，这我自有我的安排。是。我听说，你撤了所有针对小冉冉的行动，包括我这边的人。是。小冉冉的事情越闹越大，连圣上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一边是宝贝外甥女儿，一边是众人谏言。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啊！爹，您冷静点。这件事情我仔细想过了，我们的人手这么大动干戈，定是打草惊蛇了。他也一定早有防范。那我们何不换一种思路？你再说详细一点。以前是我们在明，他在暗。现在我们把人集结到暗处，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们的下一步动作。但是现在他又急需人血，肯定等不得。那么届时我们就可以反客为主，将他捉拿归案。倒是可以一试，只是时间紧迫，我们要尽快破案，否则小冉冉会越来越危险。是。冉冉，我一定会早日抓住叶青天，洗刷你的冤屈。
你终于出来了。来，这是我给妹妹带的平时用的衣服，还有一些草药和银票，你收着。有劳。妹妹现在怎么样了？比前些天好多了。那就好，我先进去看看。哎，不行，你们现在还不能见她，还不是时候。都是因为那个逝水红颜，要不是因为他早死了，我肯定把他扒皮抽筋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赶快回去，我也该进去了。嗯。哎。拿来，我数到3，1、2。是时候该回京城了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分析叶青天的行为，想要知道他下一步究竟想做什么。那你分析出来没有？我记得师姐曾经告诉过我，青天姐姐其实很温柔、很善良。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定也很痛苦吧？以前在岳灵宫的时候，逝水红颜老是叫他去杀人，他不肯，所以逝水红颜没少折磨他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来，乖乖把药喝了。嗯。我需要更多的血。月影，坚持一下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嗯。冉冉，这个方法是素女师傅留下的线索。素女师傅觉得，逝水红颜这个诅咒，光靠传统针灸是无法根除的。表姐，我相信你。只要能解开红颜之毒，什么方法我都愿意试一下。嗯，这个方法之前没有人使用过，需要你们2个人的血合2为1，这期间或许会有危险，我还要靠你来保护冉冉的安全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。冉冉，咒术开始之后，你可能会觉得头昏、恍惚，但是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你保持清醒，控制好自己的意识，才能一次一次将红颜毒净化。
月影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逝水红颜是不会死的，逝水红颜是不会随着肉身而消散的。你不就是逝水红颜吗？我绝不会变成逝水红颜。那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呢？这是哪儿？这儿是逝水红颜的秘地，只有逝水红颜家族血脉传承的人才能来这儿。你看看你，只要你杀一个人，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，你会感受到快乐。不，你别再说了。血是这个世上最可口的东西。月影，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都留一声叹。一当空劫，离长短，相见青山梦。